捌做過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主委含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徐春英等人，去互檢方指控講涉嫌長期以來配合中國，收集咱台灣國內政治情報，而且介入台灣選舉，佮替人徛台，講會當影響到中國配偶來當作條件，甲咱國內政黨討這不分區立委的席次。新北地檢署依照反滲透法定罪來甲起訴，一審開庭了後，法院是裁定繼續羈押禁見。慢慢行入警備車，伫我通頭前的是徐春英，在去互一審法院經過開庭審理了後，互裁定繼續關押禁見。徐小姐會後悔嗎？會覺得委屈嗎？江蘇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的伊互檢方指控，甲中華兩化婚姻協調促進會會長張金林這人涉嫌受中共的指示助選，佇民國111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也閣113年的總統大選，替郭文鐵甲黃珊珊徛台，涉犯反滲透法這個罪嫌來起訴，被檢察將當來量刑。不會說老公給我們錢啊什麼的，這個該講的我就講，檢察官起訴我也不方便多說什麼，那就只能夠到法院講了啊。檢方起訴兩個人，受中共民政部甲民國上海市委組委會官員指示，毋若協助助選，更加向中共表示忠誠，涉嫌長期配合收集國內政情，監控舉報中配佇台灣的言論，借此得到統戰的紅利。檢方進一步指控因講有動員中配能力，向國內政黨討講要佇無分區立委的席次。任何一個國人同胞，他在他的司法權益應該我們要予以保障哈。在沒有確定判決之前，應該都是以無罪推定的這一個基礎來斷定哈。徐春英捌做過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主委，也捌互黨內提名列做無分區立委，均互檢方起訴，也互民眾黨主席黃國昌批評。起訴內容是政治的語言，毋是法律的語言。強調徐春英當時是佇真濟人的初選中選出來，莫互司法變做執政黨抹紅抹烏在野黨的政治工具。記者綜合報道。